grandfather believed the devil would return if anyone read from the Book of the Dead. Calm down. 大家好，今日我就同大家睇《屍變墳場》，究竟呢套已經拍到《鬼玩人》第6輯嘅作品咧，值唔值得入場睇呢？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即刻睇下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。首先簡單咁交代下個故事嘅情節先啦。故事就講述主角 Alice 啱啱死咗個老公，為咗尋找安慰，於是就去咗奶奶嘅屋企，一間位於偏遠嘅鄉郊地宅度暫住。點知呢場家庭聚會咧，好快就變成咗地獄，因為大屋入邊嘅死亡之書被意外咁喚醒咗，釋放出恐怖嘅惡魔力量。屋入邊嘅親人一個接一個被附身，成為咗死靈，展開一場血腥嘅家族大屠殺。第一個就話咁大嘅血腥場面，好有法國電影嗰種恐怖感，我都覺得係嘅。尤其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個老豆嗰種好壓抑嘅恐怖，到後來嗰種新抱同個細仔嗰種血腥嘅程度，真係睇到都覺得痛，令我諗起28 Weeks Later 嗰套戲。第二個就係話佢個大師級嘅鏡頭同埋過場調度，嗱呢個簡直係世界級，無論係一鏡到底，從客廳去到儲藏空間嗰段，定係佢由開頭一家人圍埋一齊食飯嗰段，無論係攝影、運鏡、鏡頭調度或者係剪接咧，都係完美嘅。亦係睇佢運鏡同埋過場調度咧，都抵翻晒。第三個就講夠直接了當，唔講任何廢話，呢個係抵讚嘅。即係人哋睇得《鬼玩人》呢套戲，就係唔想諗其他嘢，淨係想一個字爽。某程度上咧，呢套戲係做到嘅。佢一來有啲劇情啦，有啲婚姻嘅起伏位啦，但係會點到即止，唔會太拖。呢個可以講係做得唔錯嘅。其實《鬼玩人》第一集咧，當年係用極低嘅成本拍出嚟嘅，啲恐怖感係源於粗糙同埋未知，嗰啲血漿同埋嗰啲特技化妝啊，因為budget有限啦，反而營造出一種生猛得嚟又核突得嚟有少少滑稽嘅 B 級片嘅味道。成個格局咧，純粹係肉體嘅剝削同埋求生，重點係荒山野嶺求救無門嘅絕望。但係而家呢套新戲咧，就進化成另一種嘅感覺。佢保留咗倒水式嘅血漿同埋標誌性嘅主觀運鏡，但係將戰場咧搬入咗一個充滿壓迫感嘅家庭環境入邊，玩嘅係更深層次嘅心理創傷。導演 Sebastian Vaniek 其實非常擅長營造令人特色嘅節奏。過往嘅系列咧，佢有時會走向一啲黑色嘅幽默嘅，但係今次嘅視覺衝擊咧就偏向更加寫實，而且帶有一種歐洲恐怖片嘅壓抑感。其實《鬼玩人》啟發咗香港嘅導演咧，點樣用極低嘅成本去玩盡一啲核突同埋瘋狂嘅視覺效果。最尖最直接嘅例子，一定係1983年嘅《魔》同埋《魔胎》，甚至係《猛鬼出籠》。呢啲全部都係受到當時外國《鬼玩人》呢類肉體恐怖電影嘅直接影響。香港導演一見到呢種外國低成本但係又視覺震撼嘅特技，即刻學以致用，拍出自己重口味嘅恐怖片。一句講晒啦，《鬼玩人》第6集值唔值得入場睇呢？如果你係中意啲觀能刺激嘅，其實係值得入場睇嘅。佢嘅斬殺啊、血漿啊，都令你睇得好過癮。而導演嘅拍攝手法同埋運鏡呢，亦都有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係不妨一試嘅，真係涼下冷氣都抵啦。好，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。下個星期應該會做 The Odyssey。我係半邊人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